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哇哇 TV 之来去美国念大学，我是 Lisa。哇哇 TV。之前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美国的社区大学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析跟比较一下美国的社区大学跟美国一般的公立4年制大学的学费。很多人可能都认为到美国念书要花很多的钱，学费很贵，读不起。我告诉你一个好康的，只要你用对方法，你就是你也可以用很少的钱来美国读大学哦。在美国，政府有规定，每个留学生每学期最少要拿12个学分以上的课，要不然可能会违法，会被遣送的哦。大家要小心哦。一般4年制的大学是以学期来缴学费的。这边我以伯克莱大学来举个例子，在伯克莱大学念书，不管你拿多少学分，你每个学期都要缴大约2万美金的学费。也就是说，你只拿12个学分，你也要缴2万。你拿20个学分，你也要缴2万。一般的学校最多也只会让你拿21个学分左右而已啦。社区大学呢是以学分来计算学费的，一个学分大约是120块美金。你拿12个学分就只要付1440元，你拿20个学分呢也就只要付2400元。再讲深一点好了，在伯克莱大学读4年的学杂费大约是16万美金左右。而在社区大学读2年的学杂费大约是1万美金左右，而读2年社区大学加2年伯克莱大学的人呢，总学费大约是9万左右的美金。所以呢，选择先读社区大学的人呢，可以让你省下大约7万多的美金，也就是差不多200万台币，是不是很棒啊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影片就是说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一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呢，请按下面的订阅帮我们订阅一下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，或是想要知道什么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美国的大学588囧，私立学校呢又贵松松，那好的公立大学呢又不好进，那到底要怎么选呢？相信这个是很多人的疑问。